介看台61线快速道路口湖路段，伫初二暗头5点一台货车家己去弄着烧起来，坐伫驾驶边仔乘客红烧死。有民众讲，伊看到事故发生的时，有驾驶走离开现场。警方昨暗嘛已经抓到一个越南籍的驾驶，该移送法办咯。这台被烧啊真乌的小货车，后面阁会当看到载着老蛤蟆的机械。2号下晡5点左右。 这台车辆行经61线口湖路段，车辆因为不明原因家己弄起火烧起来，消防人员接到通报，出动灵车抢救。将火拍花后，发现副驾驶座有一个人已经明显死亡。等我们火势熄灭的时候，在副驾驶座的部分有发现一名烧焦的人员，那没法已经完全烧焦，那因为没法辨识男生或女生。而且大声这烧到火咧倒，啊那迄个那无管甲拖出来啊，那无管先拖迄个出来啊。我有看一个伫车间咧行。现场有民众看到表示，当时听到真大声音，看到小火车伫车道驶几啊年，过无偌久有人落车，车辆就烧起来。但后续消防人员确只有发现一名死者，经警方以车追人，将这名越南籍的驾驶查起到案。越南籍男子阿卡，75年次，驾驶自小货车。 自台南市欲返回云林县台西乡，行经该处，因不明原因自撞护栏后起火燃烧，驾驶人阿卡旋即离开事故地点，副驾驶座乘客1人死亡，身份待查。警方就讲，车祸原因阁需要调查，目前确认小货车只有2个人，越南籍的驾驶以观光名义来台，超过时间却无返去，当事故发生后，第一时间离开现场。 专案以刑法过失致人死亡、遗弃致人死亡以及肇事逃逸致人死伤罪嫌，以上5人地检署侦办。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。